各位老師、各位同學，2025至2026年度第一學期頒獎典禮即將開始，請各位保持安靜。是次典禮將由校園電視台錄影，各位同學可以喺網上重溫整個典禮過程。東華三院鳳凰鳳亭中學2025至26年度第一學期頒獎典禮現在開始，請各位肅立。程序一，恭請主禮司長進場。程序二，升旗禮即將開始，請各位繼續保持肅立並面向旗杆。現在有請旗隊進場。升國旗，奏唱國歌。請各位就座。程序三，校長致辭，有請譚耀華校長。尊敬嘅吳卓榮博士，各位嘉賓、家長、老師、同學，大家下午好。咁今日咧就係我哋東華三院鳳凰鳳亭中學一年一度嘅中期頒獎典禮嘅日子。咁咧我好興奮，因為咧今日可以見證到咧各位同學呢一個學期嘅努力而換取翻嚟嘅成果。無論係讀書方面咧，或者係一啲活動方面咧，都見到同學咧有一啲好好嘅成長。
首先咧，我要非常感謝今日嘅主禮嘉賓吳卓永博士，咁咧特登咧嚟到我哋學校咧就幫手主禮啦、頒獎同埋作出分享。咁我哋咧俾掌聲歡迎阿吳博士啦，多謝佢百忙之中抽空嚟臨。咁其實我認識阿吳博士咧都唔係好長時間，都係我諗2個月、個零月嘅時間。咁但係咧好似好親切、好接近咁，因為咧其實佢咧就同我哋呢個沙田區好有淵源。佢本身咧亦都係我哋隔離呂明才中學嘅校董啦，亦都係浸信會嘅教育部嘅委員啦。咁啊又係住喺沙田啦，咁所以咧對我哋學校應該都好熟悉。不過佢話咧今次係第一次入嚟我哋學校嘅啫，就係經過係嘛？今次第一次入嚟，咁咧就頭先講過啦，吳博士咧就係一個好親切、平易近人嘅一個學者嚟嘅。咁啊，吳博士咧佢有好優越嘅學術背景啦，而喺教育界咧都有好多貢獻。咁啊，呢段時間同佢傾偈傾得多咗咧，都聽咗好多諗法。佢嘅一啲創建咧喺教育界，無論喺大學裏邊啦，或者係中學、小學方面啦，都有好多好好嘅嘗試，都係值得我哋借鏡嘅。咁啊，吳博士咧其實佢嗰個學習成長階段咧，我頭先都即係好讚歎。咁佢分別咧就喺加拿大啦、喺澳洲啦同埋英國咧，係分別攞到佢嘅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同埋教育博士嘅學位嘅。咁我話其實可以請教下你咧，3個地方嘅學制啊、學習環境啊，或者一啲嘅唔同嘅文化有啲咩唔同？咁都係好特別喎嚇。咁咧就亦都喺香港中文大學咧完成咗佢一個教師資歷嚇。咁而家咧就係香港教育大學嘅課程與教學學系嘅高級講師嚇。咁啊，吳博士頭先講過啦，佢學術上好有成就，咁亦都係好積極參與咧學校管理工作。咁其實佢係浸信會聯會屬校嘅校董，有7間係咪好似話？我數過係好似7間咁。咁佢亦都係呢一間喺屯門區浸信會永隆中學嘅校監。咁啊，當然啦，阿吳博士佢本身係香港浸信會聯會中小學及持續教育委員會嘅核心成員，所以咧佢喺學校領導同埋一啲實踐方面嘅經驗咧係好豐富。佢唔單止喺學校嘅課程裏邊咧有好多嘅創建，佢亦都咧係帶領咧我哋好多中小學啊、大學生啊一齊去參與好多唔同嘅學習活動啦。可以話咧為教育界咧樹立咗個好好嘅楷模。咁我有機會咧上個星期就參與咗吳博士做校監嗰間學校浸信會永隆中學嘅校慶30週年，一個好特別嘅日子。我哋話32立係嘛？呢間學校咧喺屯門區創立咗30週年。咁我感受到咧喺阿吳校監嘅帶領之下，咁亦都認識佢校長阿鄭校長啦。其實呢間學校咧係一間好有愛嘅學校。入到間學校咧，我感受到咧係好深深嘅一種情意喺當中。我今朝同阿鄭校長 WhatsApp 嚇，因為佢 send 咗啲相俾我睇，我都話啊，真係好感動，因為我覺得永隆咧係一間好有愛嘅學校。咁所以咧喺阿吳博士、吳校監嘅帶領底下，咁我覺得呢間學校咧係一定喺區內咧係受到家長同埋社區人士嘅認同同埋歡迎。咁學校咧一定可以長足咁去發展。咁呢個都係我深深感佩嘅地方。咁喺學術研究方面咧，阿吳博士亦都係好有成就嘅。咁佢嘅專長咧就包括咗課程啦、教師專業成長啦、探究式學習啦、專題研習等等。咁尤其是咧，阿吳博士咧最精通一樣嘢咧，一陣間可能嗰度同我哋分享啦，就係呢個可持續發展嗰個教育理念。咁喺聯合國2015年咧就提出咗有17個可持續發展嘅目標嘅。咁呢17個目標咧，大家可以上網揾下啦。咁一陣間吳博士都會分享多啲。咁咧其實呢個咧亦都係由呢個根源開始啦。咁啊吳博士咧就提出咗一個新嘅計劃。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獨創計劃，叫做咧永續發展教育與全球公民教育 STIGRAM 嘅一個計劃。咁咧就一陣間吳博士可能同我哋分享多啲啦。咁呢個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獨創性嘅計劃，亦都係首個咧係香港 Central Reserve Allocation Committee 提倡嘅一個可持續發展教育嘅計劃嚟嘅。咁啊匯聚咗唔同院校嘅學生啦，咁咧就唔同學科嘅，頭先阿吳博士講有音樂啦，有咩體育啦、科學啦、BFS 啦，即係好多學科嘅學生都跟佢學習嘅。咁啊以跨學科模式咧去教學，培養學生嘅創業精神、協作能力同埋全球視野。計劃咧亦都成功建立咗多個核心嘅中心啊，
即係其實咧喺嗰個計劃當中咧，亦都係有唔同嘅元素，包括咗譬如 STEM 啦、reading 啦、service learning 啦等等。咁咧就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平台，充分展現咗咧吳博士喺創新嘅理念同埋喺教育嘅推動方面嘅成就。咁其實咧，鳳凰鳳亭中學咧都係一向好重視 STEM 教育嘅。咁頭先吳博士講嗰個理念咧，我哋都好認同。咁譬如我哋家長啊、同學都知道，有啲在座中三、中四、中五嘅同學都知，我哋學校都有個招牌曲奇嘅專題研習課程係嘛？上過呢個課程嘅同學舉手睇下。中三、中四、中五做過招牌曲奇嘅同學，冇理由冇做過嘅喎嚇。係啦，中三至中五嘅同學咧應該都做過晒嚇。咁呢個專題研習課程咧，其實我哋透過有9個科目嘅協作啦，咁咧就去引領學生融會貫通。同埋咧，我哋嘅主題咧係關心長者嘅生活需要，對佢哋嘅身心靈嘅關顧。咁所以咧，其實係無論從嗰個材料啦、營養啦，到包裝設計方面咧，都充分考慮咗啲社會關懷。同學咧亦都要學習點樣去建立自己嘅品牌啦、營銷嘅策略，咁將佢哋日常學嘅知識同埋實踐結合，體現咗咧企業家嘅精神，而且咧為自己未來嗰個生涯規劃咧係作出一啲準備嘅。咁呢個咧，我諗對於21世紀嘅年輕人嚟講咧，要適應未來世界嘅挑戰呢，呢個係相當之重要嘅一個學習。而更進一步咧，我哋有個消息公佈咧，就係我哋嚟緊，我同阿吳博士都分享咗，我哋都參加咗咧中大豐盛社會企業計劃一個新嘅 project。我哋會將我哋嘅招牌曲奇咧，希望從學校咧走出個社區。我哋咧就會希望以可持續發展目標12責任消費與生產呢個重點咧，致力將學校打造成為一間永續生產、責任消費、社會創造嘅校園，同埋咧小型永續企業嘅孵化基地。我哋將呢個招牌曲奇咧升華升呢，咁咧就希望咧係走出校園，令到更加多嘅社區人士咧可以認識同埋係欣賞我哋學校學生嘅創造。咁我覺得呢啲課程嘅發展方向咧，同吳博士喺 STEAGRAMS 計劃裏邊提出嘅教育目標咧係一脈相承嘅。都係為咗培育各位同學具備未來領袖嘅素質啦，包括創新、可持續發展、社會責任同埋企業家精神等等。其實值得一提咧，就吳博士嘅專長，除咗頭先講跨學科嘅課程啦，同埋一啲社會服務嘅元素等等之外咧，其實佢對於生態都好關心嘅。佢話俾我聽，佢都會帶啲同學咧去海岸嗰度清潔啊，做一啲活動啊咁樣嘅，去學習嗰個生態環境嘅一啲情況。咁其實我哋學校嘅中三級咧，每一年都有一個水母課程嘅。都係希望透過生物科嘅課程裏邊咧，引導學生了解到海洋生態，以及咧我哋一啲價值嘅培養嘅。咁咧就提高我哋嘅環保意識啦，同埋運用科技咧去配合嗰個養殖嘅工作，從而深化大家對生命嘅尊重同埋對自然教育嘅價值。咁咧同阿吳博士所提出嘅計劃咧嘅宗旨亦都係不謀而合嘅。有見及此咧，今天我哋咧係好高興咧請到吳博士嚟到主禮啦，同埋分享。咁希望一陣間我哋大家聽下吳博士嘅分享咧，可以多啲了解佢嘅教育理念同埋啲實踐嘅經驗啦。咁咧就我哋希望從中可以得到啟發。吳博士嘅學術研究同埋教育創新嘅精神咧，無疑咧會為我哋嘅課程發展提供咗無限嘅可能，並且咧亦都會激勵到我哋咧係繼續邁向更高嘅教育目標嘅。最後我再次感謝吳博士嘅蒞臨主禮啦，同埋各位家長今日出席支持我哋。祝賀各位得獎嘅同學，希望你哋繼續努力，可以未來日子裏邊咧爭取更理想嘅成績。最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事事順利。多謝各位。多謝譚校長。程序4頒授各級學科獎，恭請許淑儀助理校長頒發中一級學科及術科獎。請許助校。一師梁永欣全級第一名，歷史第一名，公民經濟與社會第一名，普通電腦科第一名。一 D 楊永南全級第二名。一 A 郭永橋全級第三名。
1B 吳思宇，中國語文第一名。1C 法蒂瑪，英國語文第一名，科學第一名，地理第一名。1C 劉曉瑜，數學第一名。1A 柯家偉，中國歷史第一名。1C 劉文龍，普通話科第一名。1B 周詠婷，視覺藝術科第一名。1D 殷安祖，家政科第一名。1C 陳君睿，設計與科技科第一名。1C 黃禮信，體育科男生第一名。1D 陳思瑜，體育科女生第一名。1B 司徒子琪，音樂科第一名。1B 張海賢，創客科第一名。多謝許助校。繼續頒發中二級獎項，恭請黎志偉老師頒發中二級學科及術科獎。有請黎老師。2A 張雲祥，全級第一名，科學第一名。2C 蘇正軒，全級第二名。2C 鐘嘉欣，全級第三名，中國歷史第一名，公民經濟與社會第一名。2C 施寶瑩，中國語文第一名，家政科第一名。2D 黃子琪，英國語文第一名。2B 黃家耀，數學第一名。2C 黃婷，歷史第一名，創客科第一名。2B 鄭樂欣，地理第一名。2C 何式添，普通電腦科第一名。2B 邱彩彤，普通話科第一名。2D 梁欣媛，視覺藝術科第一名。2C 方巧晴，設計與科技科第一名。2A 葉詠賢，體育科男生第一名。2B 邱千婷，體育科女生第一名。2C 張勝慧，音樂科第一名。請拍照留念。多謝李老師。繼續頒發中三級獎項，恭請何巧儀副校長頒發中三級學科及術科獎。有請何副校長。3D 黃貝兒，全級第一名，中國語文第一名，中國歷史第一名，歷史第一名，生活與社會第一名。3D 許雪陽，全級第二名，中國語文第一名，物理第一名，普通電腦科第一名。3C 黃曉珍，全級第三名，英國語文第一名，化學第一名，地理第一名。
3C 歐陽奕希，數學第一名。3C 陸希如，生物第一名。3D 羅子霞，普通話科第一名。3B 吳海瑞，視覺藝術科第一名。3B 李文樂，家政科第一名。音樂科第一名。3D 梁子晴，設計與科技科第一名。3B 蘇國斌，體育科男生第一名。3C 杜玉玲，體育科女生第一名。請拍照留念。繼續頒發中4級獎項。4D 郭宇軒，全級第一名。數學延伸部分單元2第一名。經濟第一名。4A 毛千羽，全級第2名。中國語文第一名。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第一名。4A 李柳瑩，全級第3名。化學第一名。地理第一名。請拍照留念。4C 蕭卓雲，英國語文第一名。4D 張卓謙，數學必修部分第一名。物理第一名。體育科男生第一名。4C 方樂，中國歷史第一名。旅遊與款待第一名。中國文學第一名。4D 周嘉怡，歷史第一名。4A 陳家傑，生物第一名。4A 劉安田，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第一名。4D 許詠芝，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第一名。4D 梁永豪，資訊及通訊科技第一名。4B 傅亞文，視覺藝術科第一名。4B 簡嘉晴，體育科女生第一名。多謝何副校長。繼續頒發中5級獎項，請劉玉麗助理校長。5C 鄭柏謙，全級第一名。化學第一名。生物第一名。經濟第一名。5D 黃天朗，全級第2名。數學延伸部分單元2第一名。物理第一名。5C 曾文峰，全級第3名。數學必修部分第1名。地理第一名。5C 羅嘉瑩，中國語文第一名。5C 謝俊熙，英國語文第一名。5B 杜天心，中國歷史第一名。5A 陶宇飛，歷史第一名。5C 鐘希雅，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第一名。5D 謝慧千，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第一名。5C 吳卓希，5C 吳卓希，資訊及通訊科技第一名。5A 何啟健，旅遊與款待第一名。5A 彭旭，中國文學第一名。5B 温兆清，視覺藝術第一名。5B 麥嘉南，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第一名。5D 陳子晴，體育科女生第一名。5D 鄔永新，體育科男生第一名。
多謝劉助校。繼續頒發校外活動獎項，有請林嘉琪副校長。第3屆全港中學地質大搜查學界比賽銅獎 5B 史文希、5C 不康賢、鄭心玲、陳日軒、謝俊熙、黃庭軒、請拍照留念。華東師範大學主辦第10屆青士杯高中歷史劇本大賽優秀組織獎 5A 彭旭、5C 羅嘉瑩、5D 謝偉謙，請拍照留念。香港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金會第2屆呈獻中華香港青少年作文暨朗誦比賽英文3等獎 4C 蔡卓恩、5C 謝俊熙，請拍照留念。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我愛我的祖國抗戰勝利篇金紫荊杯香港校際作文暨普通話朗誦比賽3等獎 4C 殷錦希、5B 郭柏彤。請殷同學留步。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辦第22屆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政治多面體報告書比賽冠軍 4A 楊朗坤、亞軍 5D 陳子晴、季軍4B 傅雅文、殿軍 4C 殷錦希、傑出學員獎 3B 鍾子瑩、最優秀組別大獎 5D 陳子晴。請拍照留念。文匯報主辦第2屆香港優秀學生公益及社會服務獎評選優異服務獎 5B 周文波、何婉芝、請拍照留念。多謝林副校長，現在有請譚校長繼續頒發獎項。東華三院中學聯校運動會女丙跳遠殿軍及女丙1500米殿軍 2B 邱千婷。女甲跳遠亞軍 5D 陳子晴，男乙4乘100米殿軍 3B 鄭澤義，
蘇國斌、3D 鍾柏瑞、4D 羅日希。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賽第7站，女子 U14 4×100米冠軍2D 何婉瑩。請拍照留念。請何同學留步。東華三院中學聯校運動會女子丙組團體第5名，1C 黃瑞晴。1D 陳思如、張子晴、莊如純、2A 趙婉婷、許詠儀、2B 黃子晴、邱千婷、2C 曾安娜、2D 何婉瑩、郭有餘。請邱同學留步。賽馬會青少年女子足球發展計劃 U14 比賽女子金組殿軍 2B 邱千婷，佢同時獲得廈門市第3屆山海盃青少年足球邀請賽女子組亞軍。請拍照留念。華青社區體育會杯排球賽男子組亞軍及最有價值球員 4B 曾俊樂，男子組 U16 季軍 3C 侯富軒，請拍照留念。全運籃球躍動 at 沙田之3人籃球賽3分王 4A 陳偉煥，多謝譚校長。現在有請家教會主席黃思雅女士頒獎。2526全運會及殘特奧運會黃大仙區新興運動同樂日暨暨3人籃球邀請賽季軍 3B 杜玉欣， 3C 杜玉玲，葉子晴， 5A 張心如， 5C 林樂希，請拍照留念。請張同學及林同學留步。2025年深港澳姊妹學校體育比賽籃球比賽季軍 4C 蔡卓欣， 5A 張心如， 5C 林樂希，
請拍照留念。現在頒發體字杯香港公開跳繩錦標賽2025嘅相關獎項。一師林志晴，30秒前單車步男子12歲組別冠軍。3B 蘇國斌，1分鐘前單車步男子14歲組別亞軍。30秒前繩雙腳跳冠軍。30秒胯下一式冠軍。30秒胯下二式冠軍。13至15歲男子初中組個人總成績冠軍。請拍照留念。5C 鄺欣怡，1分鐘前單車步女子16歲組別亞軍。30秒前單車步季軍。30秒前繩雙腳跳亞軍。30秒胯下二式季軍。5D 陳子晴，1分鐘前單車步女子16歲組別冠軍。30秒前單車步亞軍。30秒前繩雙腳跳冠軍。30秒胯下一式冠軍。30秒胯下二式亞軍。16至18歲女子高中組個人總成績冠軍。請蘇同學及陳同學留步。最積極參與學校獎新界區亞軍3B 蘇國斌，5D 陳子晴。請陳同學留步。健讀必推地壺比賽高級組季軍4B 曾俊樂，4C 戴文靜，5D 陳子晴。第9屆新界區際跆拳道比賽15至17歲女子品勢組亞軍3C 陳卓琳。ASD 競技空手道精英聯賽男子14至15歲 Coolmite 57kg 公開賽冠軍3B 英浩一。2025至2026年度仁愛堂跆拳道大賽47至50kg 組別搏擊賽冠軍2A 陳子星。請拍照留念。多謝家長教師會主席黃女士頒獎，恭請吳卓榮博士繼續頒發校外獎項，有請譚校長陪同，有請吳博士及譚校長。飛馬杯舞蹈比賽2025爵士舞公開組雙人舞金獎2C 徐希雲。和文佩。沙田及西貢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乙100米背泳季軍3C 陳卓琳，佢同時獲得女乙50米背泳亞軍，團體第7名。第41屆沙田區分齡游泳比賽女子50米背泳亞軍，女子100米背泳亞軍。
請拍照留念。4B 簡家情大埔區分齡游泳賽女子50米自由泳冠軍、100米自由泳冠軍、200米自由泳冠軍；沙田區分齡游泳賽女子50米自由泳冠軍、100米自由泳冠軍、50米背泳冠軍。佢同時獲得中國香港游泳總會第2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女子100米背泳冠軍、100米蝶泳冠軍。新界區際水運大會女子50米自由泳冠軍、100米自由泳冠軍、4×50自由泳接力冠軍、4×50米4式接力冠軍。中國香港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團體第7名，女乙100米自由泳亞軍，女乙50米自由泳冠軍，破大會紀錄。請掌聲鼓勵。夢溪少年壇青少年創科實踐挑戰賽2025殿軍2026優異獎 2B 李俊謙 2D 葉希林請兩位同學留步。青苗計劃機甲聯盟港深交流邀請賽季軍 2B 李俊謙、曾柏希、2D 許家佑、蘇正南、葉希林、5C 蕭振滔、李浩本 5D 李浩本、梁家軒、黃天朗、請李俊謙同學、曾同學、蘇同學及葉同學留步。香港大學及將軍澳官立中學賽車杯團體賽亞軍、小組賽冠軍，港大邀請賽小組賽冠軍、團體賽亞軍 2B 陳俊培。李俊謙、羅浩龍、曾柏希、黃子朗、
2D 蘇正南、葉希林、學生創新科技訓練及栽培計劃證書 4C 余彩瑞、學生創新科技訓練及栽培計劃證書 4C 余彩瑞。多謝吳博士同譚校長。程序5，主禮嘉賓致辭，有請吳卓永博士。咦，後邊呢度使唔使轉㗎？佢哋會睇到。但係中間就唔轉㗎啦，係咪啊？使唔使轉 ？OK， 因為可能啲字細。後期好，大家好。我試一試啲嘢先。OK， 得。好。首先恭喜各位同學啦，獲得各項嘅學業成績優異獎同埋傑出課外活動表現獎，見證咗你哋嘅堅毅同埋成就。我今日分享嘅主題就係得獎與我同你何干，即係同你同我有咩關係嘅。咁聰明嘅同學已經估到我想講得獎背後嘅深層意義。咁呢個就係今日嘅分享。唔得。唔喐，得啦 ，OK 得。呢個係我今日分享嘅大綱啦。頒獎禮上面要感恩嘅人同埋事有好多嗬。咁事就可能有機會參賽啦，有被提名啦。人你會多謝校長，多謝老師、導師、師兄師姐、隊友、爸媽、自己。咁聰明嘅同學一定會估到我係想講得獎背後嘅深層意義就係感恩啦。大綱第一點，感恩頒獎禮，我非常感恩啦。咁同譚校長同我分享咗學校嘅我的招牌餅乾，係一項結合咗跨學科學習、營商體驗同埋社會服務嘅特色專題 SDG 12責任消費與生產研習課程。咁我今日跟你哋分享嘅就係我嘅跨校、跨科、跨學段、跨界別、跨地域嘅課程 SDG 3、4、13、14、17永續發展及公民教育。點解我會咁詳細講呢？因為我同譚校長已經傾咗，今年嚟緊新學年就會有埋你哋學校去參與嘅。咁所以撩下耳仔先聽下。如果你哋好想去參與你哋睇下邊一個嘅恰啱你哋去參與下。好啦，咁3就係良好健康與福祉，4優質教育，13氣候行動，14海洋保育，17伙伴關係。期待在座嘅各位同學下學年加入我嘅 Community of Practice 學習社群。咁我好感恩係過去嘅8年我得到總共近90萬嘅大學撥款，建立咗呢個學習社群。跨校喺25至26年開始我開放咗我嘅計劃俾香港浸信會聯會以外嘅中小學參加。
包括就有2間大學啦、6間中學、6間小學、3間國際學校。跨科咧就係 STEM 成 Reading 成 Art 成 Game 成 Service 成 Cultural Heritage。跨學段係跨大學、跨中學、跨小學。跨界別咧就係包括慈善團體、社會服務、教會、教師、學習圈、大學生團隊、高中小導師。跨地域係瑞典、香港、廣州。我想大家一齊睇下以下嘅宣傳片，係濃縮版嚟嘅，係唔該幫我 play video，唔該。COP as the ESDGC 14 program, a pione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EduHK, 5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and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Sweden. This program consists of 6 parts, namely STEM Hub, Game Hub, Book Hub, Talk Hub, Art Hub, and Service Hub, that together promote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itizenship, engaging participants in an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STEAM curriculum involving different key learning areas that our program team co-developed. Students and teachers participate in our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d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co-learn in various settings, such as hands-on workshops, community services, academic research, evidence-based studies, and dissemination that deeper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arine ecology. Our curriculum addresses the pressing needs for place-base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while responding to the growing demand for great talent. We connect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the UN SDGs, nurturing environmental literacy among students, educators, and the public. Our creative learning approaches empower students to become advocates for positive change. The student-led initiative in the 6 Hub allow them to develop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s maintaining the environment in their communities and encourag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ir local restoration efforts. In conclusion, the ESDGC 14 program is more than an educational initiative. It's a transformative journey towards a sustainable future. Together, we are cultiv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ith champion ocean literacy and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Thank you. 好熟我啲校服係咪啊？有沙女、有一女、有女中嚇。咁一陣間你再睇下有邊啲學校啦。咁啊，翻正題先。咁啊，充滿感恩嘅頒獎禮，感恩同得獎嘅關係，得獎就會感恩啦。咁冇獎呢，有冇事同埋人值得你去感恩呢？坐喺度睇頒獎、等頒獎，咁同我同你有咩關係呢？感恩係一套嘅價值觀，感恩亦都係一套嘅教育觀。感恩係一套嘅價值觀，即係話我哋要習慣去反思、內化凡事感恩嘅態度。感恩亦都係一套嘅教育觀，習慣去整理好每一個學習嘅經驗。咁啊，感恩4 Fs 咧，價值觀咧就係一個動態回顧嘅循環，係喺被肯定嘅成就上面加一個深層嘅意義，習慣去反思內化凡事感恩嘅態度。大綱第2點感恩咧係一套嘅價值觀，動態回顧循環 4 Fs 係包括咗知恩、施恩、感恩、報恩。咁讓我哋逐一去學習啊！準備好未啊？要你諗下嘢咯。每一個學習嘅經驗，無論有獎同冇獎，我哋都可以用 4 Fs 去反思、去梳理一下。4 Fs 包括 facts 事實、findings 發現、feelings 感覺、future 未來。各位同學，就你今日得獎嘅項目啊，有啲可能好多啊，做第一層嘅反思。獎項後邊所有嘅學習經歷，我哋嘗試用第一個 F 事實嚟思考啊。見唔見到圈圈嗰度啊？經驗最初嘅面貌，諗下咯喎，喺你得獎嘅背後發生咗咩事？見到啲乜嘢？聽到啲乜嘢？你可以用多角度去諗，即係啤牌嘅鑽石。又試下諗下，我用箭嘴指住嗰條題目啊。過程中印象最深刻嘅事，過程中最深刻嘅事，我只係俾幾秒你諗啫嚇，因為時間關係。咁你又慣咗每日試下去諗咯喎。呢個反思咧，讓你達至感恩嘅知恩。你要知道，所有嘅學習經驗並非係理所當然去發生嘅。各位同學，我哋又去到第2層嘅反思啦。獎項嘅後邊所有嘅學習經驗，我哋嘗試用第2個 F finding 發現嚟思考啊。今次得獎背後解釋、判斷或者意義。好，過去嘅經驗係咪失敗乃成功之母啊？學習嘅新意義、困境嘅分析，你可以用一把鏟子發掘內心，即係啤牌嘅黑土。你試下問箭嘴指住嗰條題目：我哋係點樣成功嘅？我哋係點樣成功嘅？呢個反思咧，讓你達至感恩裏邊嘅施恩。你要知道所有嘅學習經驗，讓你更清楚啲乜嘢啊？自己嘅強同埋弱，更加認識自己係一次又一次經驗嘅累積。
各位同學，我哋用第三個層次去反思啦。獎項背後所有嘅經驗，我哋嘗試用第三個 F 感覺嚟思考。今次得獎背後嘅個人感覺同埋情緒，你嘅感覺啦、情緒嘅過程啦、心情嘅變化，你可以用個人感受，即係啤牌嘅紅心，你試下問箭嘴指住嗰條啊。過程裏邊有發生咗啲乜嘢新奇啊、有趣啦、鼓舞人心啦、令人沮喪又或者具挑戰性嘅學習經驗，諗一諗。呢個反思讓你達至感恩裏邊嘅感恩，啲感恩裏邊仲有感恩係感受個恩惠。你要知道咧，所有學習嘅經驗讓你更加清楚自己嘅喜惡啦，更加敏感自己嘅感受，令學習帶俾你一次又一次嘅驚喜。我哋嚟到第四個嘅反思咯，獎項背後所有嘅學習經驗，你可以嘗試用第四個 F 未來嚟思考，即係乜嘢呢？今次得獎背後轉化思考同埋應用，未來對你有咩影響呢？攞咗呢個獎，將來你有咩期待？所學嘅有咩應用到？你可以用多向度嘅前瞻思考，即係啤牌嘅梅花啦。你試下問指住嗰條題目，其實好多題目，但係我時間關係只可以揀一條啫。個 PowerPoint 會留俾校長噶啦。咁你會問下我得咗獎之後，或者我得唔到獎，但我努力過，究竟我跟住會做啲咩行為嘅計劃，或者有咩學習計劃？呢個反思讓你達至感恩裏邊嘅報恩。你要知道咧，所有嘅學習經驗，讓你更加清楚你前邊要走嘅路，無論升學、工作、回饋家人或者祝福社群，令你嘅學習帶嚟漣漪效應。大綱第三點，感恩亦都係一套教育觀啦，包括知恩思維、施恩學習、感恩故事、報恩社企。重溫下頭先我講過嘅感恩係一套價值觀，你要習慣去反思、內化凡事感恩嘅態度。感恩亦都係一套價值觀，習慣去整理好你每一次嘅學習經驗，無論有獎或者冇獎。大綱嘅第三點，知恩思維。知恩，建立知恩思維，回饋社會嘅認知。咁點樣透過教育去培養知恩思維呢？當課程強調用第一個 F 事實嚟思考嘅時候，呢個反思係讓同學達至感恩嘅知恩。你哋就知道頭先我講過乜嘢？所有嘅學習經驗並非係理所當然咁發生。喺圖書中心 book 克課程呢，係我一家人喺北極考察北歐嘅三國芬蘭、挪威、瑞典 ESG 政策嘅分析。係第一手嘅研習資料，出咗2本嘅中英文書啦，各600幾頁，叫做《北極及北歐 ESG 考察日誌》，叫做極致，加2本嘅夥伴閱讀計劃手冊，再加互動學習平台，有21位大學嘅教授、中小學校長校監為我寫序言。最大嘅目標呢，就係期望同學不單止學會科學知識，更重要嘅係真正培養出科學素養同埋全球公民意識。透過大學生同埋中學、小學同學1對1配對師徒制，我哋期望呢每個同學可以用好奇、開放同埋關懷嘅心態，主動探究世界，同埋理解身邊事實嘅因果、事物嘅因果，發現問題並且思考解決嘅方法。我哋期望同學可以將科學知識同埋現實生活結合，觀察日常嘅生活同埋社區環境，完成夥伴閱讀計劃手冊。反思嘅部分，例如點解北極冰層融化會影響香港，或者我哋可以點樣減少浪費呢啲真實嘅問題。咁嗰啲同學會做咩呢？會寫反思日誌啊，設計小型嘅專題、Gen AI poster， 甚至去提出自己一啲嘅小行動計劃。嚟一個小結啦，建立思維。知恩思維，回饋社會嘅認知，讓同學知道所有嘅學習並非理所當然咁發生。好啦，嚟到演說中心 Talk Hub 嘅課程裏邊，同學會閱讀唔同海洋主題嘅資訊書籍，每一個主題都係經過精心挑選，將同學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海洋素養7個原則同埋永續發展14水下生物聯繫起上嚟，從而賦能同學去探究各種海洋問題，並且創作人工智能驅動嘅海洋故事。透過有意義跨學科同埋跨學段嘅學習經驗，我哋期望同學能夠建立
知識即係行動嘅價值觀。同學唔單止係 AI 嘅用家，更加能夠透過跨校 AI 教育平台去影響、啟發同埋改變世界嘅新一代。咦？好似大家好有意見喎。好啦，咁大綱嘅第3點，師恩學習。師恩係辨別師恩學習真實環境與氛圍。咁點樣透過教育去培養師恩學習呢？當課程強調用第2個 F 發現嚟思考嘅時候，呢個嘅反思就讓同學達至感恩裏邊嘅師恩。你哋要知道咧，所有嘅學習經驗係讓你更清楚自己嘅強同埋弱，更認識自己，係一次又一次經驗嘅累積。喺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中心，即係 STEM Hub 啦，課程裏邊咧，同學係會參與咗2025至29年火炭，知唔知邊度啊？隔離啦，火炭明渠復育計劃以下嘅生物多樣性長期研究。呢個唔單止係一次性嘅考察，而係我哋定期會返到河流嘅現場，持續觀察、記錄、對比唔同時期動植物嘅物種組成同埋數量。透過採集水樣本，用顯微鏡去觀察微生物，並且記錄發現，同學唔單止深入了解生態系統嘅複雜性同埋韌性，更會培養野外調查、數據管理同埋科學表達嘅能力。我哋帶領同學亦應用咗物聯網 IoT 嘅技術嚟監察藻類嘅培養。同學需要自己去組裝唔同嘅感應器同埋自動化裝置，監察水溫啦、光照、養分呢啲重要嘅參數，並且實時去追蹤藻類嘅生長情況。呢種結合咗 STEM 同埋環境教育嘅學習模式，讓同學體驗到未來智慧城市同埋智慧生態嘅管理形式。好啦，嚟到另一本 handbook 啦。藝術中心 Art Hub 課程係以自然本位作為核心教學嘅理念，所有嘅學習活動都係以烏溪沙石灘呢個真實環境為基礎，從實地考察、收集數據到以自然素材進行藝術創作，讓知識同埋生活結連起嚟。好，安靜啦！所有嘅活動咧都係強調反思同埋公民行動。同學需要喺 e-portfolio 裏邊記錄自己嘅學習歷程同埋感受。仲有咧，環境親緣國際設計理念裏邊咧有14種嘅參與風格。同學咧就會全面發展個人嘅潛能，並且將佢哋嘅作品咧同社區去分享，發揮公民嘅影響力。嚟一個小結啦。辨別師恩學習真實環境同氛圍，讓同學知道咧，所有嘅學習經驗都係令你更清楚自己嘅強同埋弱，更加認識自己，一次又一次嘅經驗嘅累積。大綱嘅第3點，感恩故事，感恩反思感恩故事角色抉擇嘅觸覺。咁點樣透過教育去培養感恩學習呢？當個課程去強調用第3個 F 感覺嚟思考嘅時候，呢個反思會讓同學達至感恩嘅感恩。點樣感恩嘅感恩呢？即係感恩因為我哋咧知道所有嘅學習經驗會讓自己清楚自己嘅喜惡啦，更加敏感自己嘅感受，同埋令學習帶俾你一次又一次嘅驚喜。文化中心 Culture Hub 嘅課程，我哋會帶領同學進入場域為本、永續發展嘅教育，包括探索被破壞嘅烏溪沙石灘，考察自然海岸線同埋整體嘅格局，研究文化復興嘅可能性，包括村民口述歷史同埋逐漸消失嘅傳統，恢復身份認同同埋自豪感，亦都會探索社區嘅功能，包括資源提供啦、參與同埋認同、集體行動同埋支持。場域為本、永續發展嘅文教育，亦都包括文化遺產、社區嘅服務。可能你住馬鞍山都唔知啊！我哋曾經有烏溪沙孤兒院同埋醫院、兒童醫院嘅服務歷史。呢啲咁豐富嘅歷史文化內涵呢，我會將佢結連，因為呢度就係烏溪沙青年新村嘅前身。賦權啦，讓嗰啲成日被主流歷史所忽略嘅人們去發聲。歸屬感啦，建立一個紮實嘅集體認同感同埋結連感。
喺遊戲中心 Game Hub 嘅課程，大學生會帶住中小學同學透過拍攝處境劇，將故事療癒嘅策略化為可以見到、可以操作嘅對白同埋行動，並且呈現喺劇情中。透過處境劇嘅模擬咧，同學可以喺一個好安全嘅環境中嘗試唔同嘅做法，並且透過影片嘅回顧同埋反思，去檢視下自己喺危機情景之下反應係咪合宜嘅。呢一啲嘅演練有助建立心理嘅準備，讓同學喺未來真實嘅環境裏邊更加冷靜、更加有效咁去支援需要幫助嘅學童。嚟個小結啦，反思感恩故事角色抉擇嘅觸覺，同學知道咧所有學習嘅經驗，讓同學其實係更加清楚自己嘅喜惡，更敏感自己嘅感受，令到學習帶俾同學一次又一次嘅驚喜。呢啲係集體上啦。佢哋嘅 video 啦，大綱嘅第3點，報恩社企，實踐報恩社企，同創未來展技能。咁點樣透過教育去達至報恩嘅學習呢？當課程咧強調用第4個 F 未來思考嘅話咧，呢個反思係讓同學達至感恩嘅報恩。頭先講過啦，所有嘅學習經驗其實係令你更清楚你前面要走嘅前路，升學、工作、回饋家人、祝福社群，令個學習帶俾你哋漣漪效應。喺義工服務中心 Service Hub 嘅課程，我哋重視同學自我探索同埋成長。大學生帶住中小學同學去撰寫服務計劃書，透過敘事探究，同學可以整理同埋重構自己嘅生活故事，揾返屬於自己嘅意義同埋價值。配合關鍵服務，同學唔單止參與獨居長者嘅義工服務，結連沙田浸信會長者外展事工隊，更加會深入思考社會議題，了解下服務背後嘅原因啦，學習如何成為社會嘅正面改變者。嚟個小結啦，實踐報恩社群同創未來展技能，其實同學可以知道所有學習經驗係帶嚟俾你更清晰你前面要走嘅路。無論升學、工作、回饋家人、祝福社群，都會令學習帶嚟俾同學漣漪嘅效應。嚟到第3點，社企教育7路走。好，睇下先，係咪跳咗張？好，係啦，呢一張。左邊嘅表列就係我歷年成功獲取大學撥款嘅戰績，而右邊就係17所協作學校嘅成員。呢個表列就係由2018年開始協作學校嘅名稱，咁有2間係瑞典學校啦，亦都有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啲同學係搭高鐵落嚟上堂嘅。咁呢度係一部分嘅跨校學習平台資料。呢度係部分嘅非賣品教材同埋印刷品，包括年終報告啦、考察書籍、教師同學版本嘅冊子、各款義工服務物資、生態保育、桌遊，呢啲全部都係我自己去開發同埋我嘅大學團隊去合作嘅。咁見到女中嘅校長啦，同埋譚校長係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嘅總校長嚇，仲有温家傑校長都係我嘅成員。每年香港教育大學舉行嘅 Instagram 成果發佈會暨頒獎禮就係一個知恩、施恩、感恩報恩嘅時刻，集合咗10多間學校嘅老師、學生、家長進行分享同埋交流。300幾位同學就會分別喺9個大學演講廳以英語進行跨校小組彙報。大綱嘅第5點，成就企業家嘅質素。頭先我哋睇咗啦，呢啲係我同大學生嘅設計 logo 嚟嘅。咁睇翻我嘅社企教育啦 ，Stagram Academy 嘅意象同埋使命目的就係裝備未來嘅永續發展學生領袖 ，Education for Future Leaders， 掌握 SDG 3、4、13、14同埋17。好啦，睇下你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嚇？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中心 STEM Hub， 學生會化身為生物科技家 Students as Biotechnologists。圖書館中心 Book Hub， 學生化身為環境社會及管理分析師 Students as ESG Analysts。演說中心 Talk Hub，學生化身為人工智能知識管理師 ，Students as AI-powered knowledge managers。
藝術中心 Art Hub， 學生化身為生態藝術家 Students as Eco Artists。遊戲中心 Game Hub， 學生化身為遊戲化設計師 Students as Gamification Designers。義工服務中心 Service Hub， 學生化身為全件服務提供者 Students as Wellbeing Service Providers。文化中心 Culture Hub， 學生化身為文化傳承者 Students as Cultural Inheritors。喺 Stagram Academy 裏邊咧，大學、中學、小學同學都努力去掌握未來企業家必備嘅關鍵質素，睇下大家有冇啊？第一，創科應用與轉型能力；第二，綠色與永續發展思維；第三，靈活變通與市場敏鋭度；第四，資源整合與團隊建設；第五，持續教育與自我增值。嚟到總結啦。得獎背後嘅深層意義係感恩。感恩係一套價值觀，習慣去反思、內化凡事感恩嘅態度。感恩亦都係一套嘅教育觀，習慣去整理好每一個學習嘅經驗，無論有獎定係冇獎。知恩係思想，幫你整合學習經驗裏邊嘅知識、技能同埋態度。施恩係行為，令你擁有情景化、脈絡化嘅學習。感恩係習慣，有助你建立學習歷程、方法同埋策略。報恩係成果，讓你實踐力行嘅表現。透過教育培育學生善於表達知恩、施恩、感恩、報恩，係一套感恩 4Fs 嘅價值觀，就好似幼苗嘅耕耘過程，扎根有法。漫長嘅耕耘過程，由扎根感恩 4Fs 價值觀，再由思想實踐出嚟，體現於行為，知恩、施恩、感恩、報恩，再由重複嘅反思行為變成日常嘅習慣，動態回顧循環 4Fs， 由日常反思嘅習慣，從所有嘅學習經驗累積成果。漫長嘅耕耘過程，由累積得嚟嘅成果，凡事感恩，祝福每一位同學過一個豐盛嘅人生。多謝大家。請同學安靜。多謝吳博士。程序6，致送紀念品於主禮嘉賓。為咗感謝吳博士親臨是次典禮頒獎，表達對我哋嘅關懷及支持，現請譚校長致送紀念品於吳博士。請譚校長。請吳博士接受。多謝吳博士。程序7，唱校歌，請各位肅立。服務社會。
禮成。第一學期頒獎典禮圓滿結束，請各位保持肅立，恭送司長離場。